被罵了一輩子風流，謝賢憑怎麼能讓所有前任沒一個說他呸話？這問題看似矛盾，放在旁人身上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可在謝賢這裡，答案或許就藏在他那句被無數人引用的名言裡：男人可以風流，但不能下流。這話聽起來像一句為自己開脫的漂亮口號，可在演藝圈這個名利場浮沉80餘載的謝賢，偏偏用自己的一輩子，把這10個字活成了一道難以浮製的風景。世人只言他身邊女友如走馬燈，從粵語片時代的女神到小他49歲的上海姑娘，便匆匆給他貼上花花公子的標籤，卻很少有人細想過，一個真正薄情寡義的人，怎麼可能讓那些分開了幾十年的前任，在提起他名字時，眼裡全是笑，嘴裡全是感恩？甚至在他離世後，那些早已散落天涯的女人們，不約而同地站出來，訴說着他的好，沒有一句怨言，沒有一絲怨罪。這背後絕非一句運氣好或者他們大度就能解釋得通的。人們談論謝賢的情史，總愛用5段情願來概括，可細細擺開來數，從他19歲情竇初開，到80幾歲孑然一身，他正正經經公開承認的女友和妻子，確實也就那麼幾位：嘉玲、蕭芳芳、甄珍、狄波拉，船有那個讓外界譁然的誥告，再加上那些未曾公開的零星過往，滿打滿算，對於一個縱橫演藝圈大半個世紀的男人來說，這數字非但不驚人，甚至算得上乾淨了。可偏偏每一段都轟轟烈烈，每一任都是傾城之色，這便讓他的感情生活成了大眾茶餘飯後經久不衰的談資。但若只盯着風流二字，便錯過了讀懂謝賢真正魅力的機會。他和那些分手後撕得滿城風雨、互潑髒水的明星夫妻截然不同。他對待每一段感情的態度，那種分手後依然能如親人般相處的智慧，才是真正值得深挖的那匹。這世上多的是熱戀時的海誓山盟，缺的是願準時的那一份體面。而謝賢恰恰是把體面二字做到了極致的人。先說他如初戀嘉玲的那段長達10年的長跑，那是上個世紀50年代，謝賢剛入行不久，青春年少，意氣風發，在領光公司裡結識了同樣風花正茂的嘉玲。兩人年齡相仿，外形登對，輝里戲外都是天造地設的一對，不知羨煞多少旁人。那段感情純粹而熱烈，幾乎貫穿了謝賢整個從青澀到成熟的蛻變期。嘉玲是個好女人，傳統而溫婉，她想要的不過是一個安穩的家，一個可以託付終身的歸宿。可彼時的謝賢，事業剛剛起步，玩心正重，像一匹拴不住的野馬，滿腦子都是拍戲、應酬、享受生活。婚姻對他而言，無異於一個沉重的枷鎖。嘉玲等了他10年，從他默默無聞到功成名就，一個女人最好的年華都好在了他身上。最後等來的卻是無望的回應。據說嘉玲曾試探他，說有富商在追求自己，本意是想激他一下，讓他緊張，讓他給出承諾。可謝賢那時候太年輕，不懂得女人的心思，竟輕飄飄地回了一句：有人追你也很正常。這句話徹底消滅了嘉玲最後的希望。她心灰意冷，轉身嫁給了那個追求她的泰國富商，從此息影，遠走他鄉。這一段過往，若放在旁人身上，或許女方會滿腹委屈，控訴男方耽誤青春、不負責任；男方也可能辯解彼時尚不成熟，不願被束縛。可謝賢是怎麼做的呢？嘉玲走後，他才如夢初醒，追悔莫及，甚至為此停掉工作，獨自去旅行療傷。他從不掩飾自己的過錯，在後來的採訪中，不止一次坦言是自己太貪玩，不懂得珍惜，親手放走了一個最適合過日子的人。他從未將分手的責任推給嘉玲的現實或移情別戀，而是將所有的虧欠都攬在自己身上。這份自來的覺悟和坦誠，讓嘉玲即便遠嫁他鄉，也從未對這段舊情有過怨言。多年後，嘉玲偶爾回港，兩人相遇時能像老友一樣吃飯聊天。嘉玲提及謝賢，語氣裡只有對往昔純真歲月的懷念，沒有半點恨意。
因為謝賢給了他一個交代，雖然這交代來得晚了點，但他認賬，他承認是自己的問題。對於一段感情裡受傷的一方而言，前任能夠承認虧欠，而不是倒打一耙，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慰藉。緊接着是與蕭芳芳那段短暫的戀情。蕭芳芳是童星出道，才情出眾，是圈內出了名的好學上進，與謝賢的隨性洗脫形成了鮮明對比。兩人因戲烈怨，走到了一起，但這段感情擁繫時間不長，很快就因為理念不合而和平分手。蕭芳芳自己上進，也想拉着謝賢一起進步，勸他多讀書，多學英文，充實自己。可謝賢生性愛自由，最受不得管束，他覺得人生得意須盡歡，何苦把自己搞得那麼累？這沒有誰對誰錯，純粹是兩條道上的人，勉強同行也走不長遠。謝賢很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點，他沒有拖着蕭芳芳，而是乾脆利落地主動提出了分手，理由是不想擔對方的前程。這就很值得玩味了。很多男人在感情裡，即便知道不合的，也會因為面子，因為不甘心而拖着好着，最後鬧得兩敗俱傷。但謝賢不，他拎得清，知道自己給不了蕭芳芳想要的生活，就大方放手，讓他去飛。後來蕭芳芳果然在影壇大放異彩，成為一代巨星，拿獎拿到手軟。多年後，在某個頒獎典禮上，甚至是由謝賢親自給蕭芳芳頒獎，兩人在台上相視一笑，大方得體。那段短暫的過往成了彼此生命中一段愉快的插曲，而不是不堪回首的傷疤。這份豁達源於謝賢在分手時展現出的那種不擔你的紳士風度，讓蕭芳芳對這段感情只有感激，沒有遺憾。而最令人津津樂道，也最能體現謝賢風流不下流本色的，當足他與第一任妻子甄珍的婚姻。甄珍當年可是台灣影壇的第一玉女，是多少人心中的白月光。謝賢苦追4年，才終於抱得美人歸。兩人於1974年秘密註冊結婚，轟動一時。然而這段婚姻近擁持了不到3年，便因長期的聚少離多和音樂人劉家昌的介入而宣告破裂。關於這段婚姻的終裂，外界曾有諸多猜測，甚至有人將鍋立歸咎於謝賢的花心。但事實的真相，直到多年後甄珍自己揭開，才讓人大跌眼鏡。甄珍在一次訪談中坦言，兩人離婚的真正原因並非雜麼第三者插足，而是當年都太年輕氣盛，個性太強，誰也不肯先低頭。當時謝賢希望甄珍能放下台灣的事業到香港來，而甄珍也捨不得自己打拼多年的事業，兩人僵持不下。恰好此時，劉家昌對甄珍展開了瘋狂的追求，各種傳聞滿天飛。謝賢知道後，也曾專程飛到台灣去質問。結果話不投機，兩人竟賭氣般地選擇了離婚。甄珍回憶說，簽字那天，兩人甚至船走錯了註冊處的房間，仿佛連老天都在給他們機會，可他們就是倔強地錯過了最後一次好好談談的機會。簽字離婚後，謝賢一個人開車上山，哭了15分鐘，然後告訴自己該翻篇了。可他真的翻過去了嗎？沒有。他後來曾3次跑到台灣去求甄珍復合，但都被甄珍拒絕了。即便如此，謝賢也從未對外說過甄珍一句不是。即便是面對劉家昌這個情敵，他也保持着極大的克制。更令人動容的是，離婚40多年後，在甄珍的影展上，年逾8旬的謝賢親自飛去台灣為他捧場，並在台上當着中人的面，深情地向甄珍告白：我到現在全愛着你。這句話從80多歲的老人嘴裡說出來，沒有絲毫輕浮，只有歲月沉澱後的真摯與坦然。而甄珍的回應也同樣令人唏噓。他說如果人生可以重來，他一定不愧和謝賢離婚。甚至在謝賢離世後，他哭得聲嘶力竭，說自己這輩子把心裏最重要的位置留給了他。你看，一段當年因為賭氣而結束的婚姻，不僅沒有在兩人心中留下仇恨的種子，反而因為謝賢數十年嚟如一日的深情守護和守口如瓶，變成了彼此心中最珍貴的遺憾和最美的白月光。
他從不辯解，從不邀功，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表達着那份未曾冷卻的情誼。這種超越了佔有欲的尊重和愛，試問世間有幾個男人能做到？再看他與第二任妻子狄波拉的婚姻，那更是將分手亦是親人這出戲碼演到了極致。狄波拉是港姐出身，明豔動人，性格直爽。謝賢當年為了追她，可謂是費盡心思，出動8輛勞斯萊斯迎娶的盛大婚禮，至今仍是港圈的佳話。兩人婚後育有謝霆鋒和謝婷婷，組成了令人艷羨的4口之家。然而，柴米油鹽的婚姻生活終究敵不過性格的摩擦。狄波拉性格強勢，喜歡掌控家裡的一切，而謝賢天性不羈，喜歡呼朋引伴，不願被瑣事束縛。兩人在經歷了16年的婚姻長跑後，最終在1995年協議離婚。按理說，一段擁繫了16年的婚姻走到盡頭，牽扯到孩子、財產、複雜的家庭關係，這絕對是一團亂麻，稍有不慎就會引發一場魚死網破的鬧劇。可謝賢和狄波拉偏偏打破了所有人的預期，兩人辦完離婚手續出來，非但沒有冷戰，沒有互撕，反而興奮地抱在一起。謝賢甚至抱着狄波拉轉了好幾個圈，隨後還拉着律師一起去吃了毒飯薑粥。這畫面怎麼看都不像是離婚，倒像是解退了彼此的束縛，重獲新生。更難得的是離婚之後，謝賢一力承擔了2個孩子的撫養費用，從未讓狄波拉在經濟上操過心。而狄波拉也從未在公開場合說過謝賢的不好，反而稱讚他是一個好人。2000年，狄波拉與基斯江耀成再婚，謝賢不僅未有缺席，反而穿戴整齊地出席了婚禮，紅着眼眶為前妻送上了祝福。這種胸襟，恐怕未幾個男人能有。更令人稱奇的是，在此後的幾十年裡，狄波拉經常帶着自己的現任丈夫和謝賢一起喝茶、逛街、吃飯，三人同框的畫面毫無違和感。狄波拉甚至船當中給謝賢餵食，而江耀成則在一旁微笑看着，場面溫馨得像一家人。謝賢更是戲稱他們3人是3公婆。狄波拉把謝賢當作老親戚而非前夫，謝賢也從不詆毀他，船在節目裡說他是一生中最滿意的女人。謝賢晚年腿腳不便，狄波拉船潰去他家中悉心照料。這份跨越了30多年的情誼，早已不是簡單的前任2字能概括。他們之間已經升華為一種超越了愛情和婚姻的親情。為什麼能做到這一步？因為謝賢和狄波拉都清楚，婚姻雖然結束了，但他們是孩子的父母，這層血緣關係是永遠斷不了的。與其為了往日的雞毛蒜皮耿耿於懷，不如退一步，做最熟悉的親人，給彼此最大的空間和自由。謝賢這種把前妻處成素子甚至老母親的本事，靠的不是圓滑，而是發自內心的真誠和從不越界的尊重。而最讓外界議論紛紛，也最能體現謝賢晚年心境的，是他與小49歲女友 Coco 那段長達12年的爺孫戀。這段戀情從一開始就不被外界看好，嘲諷、質疑的聲音鋪天蓋地，所有人都說 Coco 是圖他的剪，說他是在老牛吃嫩草。可這段不被看好的感情，竟然安安穩穩地擁持了12年，直到謝賢82歲那年，兩人才和平分手。分手的原因更是讓人對謝賢刮目相看。據謝賢自己說，是因為自己年紀大了，爬山體力都跟不上，不想擔年輕的 Coco 去尋找自己的幸福，離婚生子的權利。而他早已做了裂紮手術，無法再生育。面對 Coco 想生兒育女的渴望，他選擇了放手。這12年間，謝賢對 Coco 給準寵愛，不僅供他去英國留學開闊眼界，船在他投資失利時，不惜玉掉自己最心愛的兒子謝霆鋒送給他的限量版勞斯萊斯，幫他填補窟窿。這份情誼早已超越了金錢的層面。一個男人能為了女友把人女送的孝心都搭進去，這背後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感和愛護。分手後，謝賢更是展現出了令人驚嘆的風度。
他不僅給了 Coco 一筆足夠他生活無憂的補償，船像父親一樣叮囑他，以後交新男朋友一定要帶嚟給他看看，他怕年輕單純的 Coco 上當受騙。他甚至親自引導他重新融入社交圈，鼓勵他開始新的生活。而 Coco 也從未因這段感情的結束而怨恨。分手8年後，當他被問及謝賢，依然滿懷感激地叫他四哥，說他是一個很好的男人，和他在一起的12年是他生命中最燦爛的時光，他從未後悔。一個女人將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獻給了一個比自己大49歲的老人，分手後不僅未有索要天價分手費，沒有爆料隱私博眼球，反而全是感恩和念好，這足以證明謝賢在這段感情裡付出了真心，給予了足夠的尊重和安全感。他用行動告訴所有人，他愛他，所以願意傾其所有護他周全。他放他走，是因為真的為他好，而不是玩膩了想甩掉包袱。這份磊落和坦蕩，即便是最挑剔的看客，也不得不豎起大拇指。縱觀謝賢這5段情路，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共性：所有的分手幾乎都是女方主動提出的，或者雙方心平氣和達成的共識，而他總是那個被分手的人，或者那個為了對方好而主動放手的人。他從未在感情中死纏爛打，也從未在分手後詆毀中傷。他把所有的遺憾、所有的過錯、所有的虧欠，都默默地一個人吞進了肚子裡，然後帶着笑容繼續瀟灑地走自己的路。他不解釋，不賣慘，不立人設，可他越是這樣，那些和他有過情怨的女人們就越發記得他的好，因為他們知道這個男人雖然愛玩，雖然給不了他們想要的婚姻和安穩，但他給了他們最珍貴的東西：尊重、自由、船友，即便分開後依然能隨時依靠的義氣。所以回到最初那個問題，憑什麼？憑的是一份刻在骨子裡的教養和擔當。謝賢這輩子或許不是一個完美的丈夫，或許不是一個稱職的戀人，但他絕對是一個正直的、有溫度的男人。他把風流和下流的界限挖得清清楚楚。他風流是因為他天生多情，容易被美好的女性吸引，且他從不掩飾這一點。但他不下流，是因為他從不玩弄感情，每一段都是全情投入過，但到最後他留給人間的，除了那些經典的銀幕形象，船有一種讓人心服口服的關於愛與離別的豁達與智慧。